近日咧，住宅樓市咧就回暖，當中咧豪宅咧亦都不乏咗一啲大額嘅成交。而最近咧市場上咧亦都有一啲係獨立洋房咧就成交出現咗嘅。究竟個尺價係點樣嚟定呢？因為咧好多時呢啲洋房咧牽涉到好多唔同嘅發水面積，如果計同唔計嘅話咧，個尺價咧可以爭咗成倍。咁樣嘅話咧就會對市場上咧可能個信息咧大為一啲混亂。而家其實要去分析或者去做一個獨立豪宅洋房嘅估值嘅話咧，其實係困難好多嘅。因為最主要頭先佢提到話一啲發水嘅面積嘅話咧，過往好多時一啲豪宅咧或者一啲獨立洋房咧，可能發水係講緊30%、40%、50%嘅話咧，去到而家甚至接近1倍。咁呢啲發水面積通常係啲乜嘢嘢嚟嘅咧？咁樣咁好多時候咧就係入職嗰陣時候咧一啲嘅 E&M 嘅房啦，或者一啲 AC Prime Room 嘅。咁呢啲面積嘅話咧，喺計算嗰個建築面積嗰陣時候咧，就可以唔計落去嘅。咁但係咧賣樓嘅話咧，就冇話唔可以唔計嘅。尤其是咧呢啲獨立洋房咧，通常都係單一業主去擁有。咁當然啦，喺另一個角度嚟睇嘅話咧，好多時候呢啲咁樣 AC Prime Room 講嘅話咧，如果喺我哋計實用面積嚟講嘅話咧，係唔計落個單位嘅實用面積嘅，尤其是一啲分層嘅單位，我哋只可以當係一個附屬面積咁嚟睇嘅。咁但係始終獨立洋房咧係成間屋都係一個業主擁有，咁而呢啲咁嘅譬如無論係 E&M 房啊、AC Prime Room 咧，都係佢自己去擁有、自己去用嘅，咁所以就唔算係一啲公用面積。咁而好多時候呢啲業主當佢擁有呢個物業嘅時候，最終佢會唔會將呢啲咁嘅發水嘅面積去改變個用途咧？咁樣絕對係有咁嘅可能性嘅。咁當然呢啲咁嘅改變嘅用途咧係唔符合個建築物條例嘅，因為入職當時有時候咧呢啲係啲 E&M 房，但係始終呢啲咁嘅面積嘅話咧，同一啲僭建係好唔同，因為僭建嚟講嘅話咧，佢係真係喺另外加建出嚟，但係呢啲面積咧係當時係入職批准，佢只係咧去改變咗個用途。咁大家記住，僭建嘅嘢咧雖然係唔合法，但係佢係有個價值喺度，所以點解咁多業主僭建？咁而呢啲物業佢本身係合法地去起咗出嚟，只係改變個用途嘅話，咁所以佢一定有個價值喺度。咁如果我哋去考量呢個物業究竟佢尺價嘅時候，如果完全唔考慮啲尺數嘅話咧，會唔會變咗令到呢個物業嘅價值咧會 undervalue 咗咧？咁所以好多時候，如果牽涉到一啲獨立洋房嘅估值嘅時候咧，我哋要參考其他洋房嘅成交嘅時候咧，我哋就會變咗會好審慎，要揾到好多資料啦。因為每一個洋房咧，佢個發水面積都好唔同，咁所以除咗我哋要分析佢嘅真係個內籠單位嘅尺數之外咧，亦都要睇下究竟洋房與洋房之間咧，佢究竟個發水面積嘅分別係幾多，從而去理解究竟佢個真實嗰個建築面積，大家可以用到嘅面積係幾多，從而做比較。